有同前輩合作啦，前輩前輩合作啦，即係好多後邊，我覺得每一個人，亦都我好有啟發就係、我細個會覺得自己幾叻嘅，即係我好小學亦都因為考得好啊，家庭成長亦都係幾好嘅環境啦。咁你會覺得自己幾叻仔啦，簡單講。咁去到大學又讀得幾好喎。咁但係一出到嚟，好似見到譬如識到黃精甫啊、Juno 啊，甚至乎後來合作嘅導演鄭保瑞啊、葉偉信啊，你就明白其實自己即係天外有天啦，即係其實自己唔係真係去到咁勁嘅 level。咁呢一個自省對我嚟講係幾緊要嘅，因為佢哋真正勁嘅人，佢哋真正努力嘅人，即係佢哋點樣做嘢咧？點樣同人哋傾偈咧？佢哋都咁謙虛喎，即係佢哋都冇架子喎。咁你係應該點樣做一個人咧？咁嗰啲嘢就係對我嚟講更加緊要咯。我覺得我認同，因為我認識越叻嘅人咧，通常都越謙虛。係啊，即係越低調越謙虛，即係通常講得越大聲嗰啲咧，反而其實就真係有少少落差嘅。係啊，不過睇性格嘅。咁後來即係你明白多啲，我又唔怪。即係其實我覺得成個潮流或者文化係真係唔同咗嘅。即係有人鬧係其中一種方法去緊張件事。咁因為大家成長背景唔同啦，咁我哋經歷咗嘅嘢唔同啦。咁我成日都話我係相信人性嘅人嚟嘅。相信人性嘅意思即係話，如果你係佢啊，你有佢咁樣嘅從小成長嘅過程咧，你都會用同樣嘅處事對人嘅。